今日案件嘅主人公名叫阿明·麥維斯，1961年12月1日出生於德國嘅艾森市羅滕堡鎮，本職工作係一名電腦技術人員。阿明小嘅時候，屋企有5口人，分別係佢嘅父母、2個同父異母嘅哥哥同佢自己。可喺佢8歲嘅時候，父親就拋棄咗佢同母親，2個哥哥亦都隨後外出闖蕩，只剩翻佢同母親獨自生活。大家好，歡迎翻嚟問案追光組，我係 QQ。喺影片開始之前，俾個 like 支持先啦。而據後來阿明自己對警方所講，父愛嘅缺失讓佢隨時都感覺非常嘅孤獨。喺性取向上，佢亦都同常人不同，係個雙性戀。喺青少年嘅時期呢，阿明就產生咗吃人嘅渴望，但當時因為年紀尚小，阿明雖然渴望吃人，但呢種慾望並未強烈到無法抑制嘅地步。佢最終克制住咗自己，似一個正常人一樣按部就班嘅念完咗書，並揾到咗一份電腦技術嘅工作。喺阿明38歲嘅嗰一年，撫養佢長大嘅母親去世啦，年長77歲。此後，阿明就一直獨自生活喺母親留俾佢嘅老房子裏邊。據後來嘅記者報道，阿明好大可能有戀母嘅情節，因為母親去世以後，房子一直保持住佢在世時嘅佈置。唔單止咁，阿明仲時常着上母親嘅衫，模擬母親嘅聲音，將母親嘅臥室視為神殿，喺母親嘅枕頭下面塞咗一個人嘅骨頭用作祭祀。咁喺2年以後，喺阿明40歲嘅呢一年，亦即係2001年，因為無法克服母親離世俾佢帶嚟嘅打擊，阿明內心深處對於食人嘅渴望亦都達到咗頂峰，甚至已經發展成咗心理疾病。因此，為咗滿足自己嘅慾望，阿明便開始咗狩獵行動。最開始，阿明喺一個名為食人族咖啡館嘅同類相識網站裏面發佈咗一則廣告。廣告嘅內容係咁樣尋找18到30歲擁有良好體格、自願被殺然後被食掉嘅人。按照一個正常人嘅邏輯思維嚟講，如果真係睇到咗呢種廣告，再點都唔會去答你吧。即使有獵奇者點入去觀看，一旦得知對方係真心實意想咁做，亦都往往會立刻退縮，斷絕聯繫。可令人意想不到嘅係，阿明呢則廣告發佈出去以後，竟然有280幾個人聯繫佢，仲表示對此事好感興趣，其中更係有200人聲稱願意被阿明吃掉，有30個人願意成為阿明嘅幫兇，有10幾個人對於食人嘅整個過程好係感興趣，好想喺阿明食人嘅時候去現場觀看。就咁，阿明當即喺呢班人中挑選咗一啲符合條件嘅人，發出咗邀請，例如：我希望你能夠盡快嚟我呢度，我餓極啦，請話俾我聽你嘅體重同埋身高，我將宰咗你，再食掉你身上最美味嘅肉。喺寫俾一位網友名叫漢塞爾嘅男子嘅電子郵件中，阿明表示將漢塞爾用火烤咗食係一個完美嘅想法。佢仲話，從漢塞爾發俾自己嘅身高、體重亦都可以睇出，漢塞爾身上能剔出35千克嘅肉。如果每個人只係500基漢塞爾嘅肉嘅話，咁就需要70個人先至能夠完全食掉佢。同時，阿明仲發出想象稱漢塞爾嘅肉味道好極啦，一啲都唔該淨化。如果漢塞爾真係決定俾人食掉嘅話，阿明就希望佢早日同自己聯繫。唔單止如此，嗰啲聲稱願意被阿明食掉嘅人，亦都用言語向阿明表達咗佢哋嘅決心。一位網名叫馬蒂奧嘅意大利人對阿明話：我希望你用火環將我嘅睾丸燒掉，仲希望你用皮鞭將我打死。2001年嘅聖誕節，阿明同另一名男子取得聯繫之後，對方聲稱可以為佢提供一名男孩兒，但係幾日後便臨陣退縮，從此再未聯繫。對此，阿明回憶稱，對方當時話俾佢聽，想喺俄羅斯東正教嘅謝肉節上被佢食掉。謝肉節呢，又稱宋冬節，係俄羅斯嘅傳統節日，慶祝活動呢，通常持續1週。然而，當阿明信以為真，並喺聖誕節後向對方確認此事時，卻再亦得唔到任何回應。咁樣，阿明不禁猜測對方或許真係俾人食掉咗。而除咗喺言語中向好多人傳遞自己吃人嘅諗法之外，阿明亦都真係約過人到自己嘅屋企，並打算將對方吃掉。但大多數人呢，都喺最後一刻退縮咗。喺嗰啲話自己想俾阿明食掉嘅人中，阿明挑選咗4個人，並把佢哋都請到咗自己嘅屋企裏邊，嚟向佢哋描述自己要點樣食掉佢哋。
睇到呢度，或許你想講呢4個人肯定係精神方面有啲問題，唔係點會自願就俾人食掉呢？但如果你真係咁樣諗嘅話，咁就大錯特錯啦。因為呢4個人嘅精神都非常正常，而且都仲有住正常嘅職業，分別係大學生、教師、廚師同埋酒店服務員。不過因為種種原因，呢4個人最後並冇被阿明吃掉。而除咗上述嘅呢4人之外，阿明仲曾經接觸過幾位自願俾佢食掉，卻喺最後關頭臨陣退縮嘅人。有一個家住德國南部嘅人就係其中之一。當時佢對阿明話，希望阿明能夠用一架運牛嘅卡車去接佢，接到佢之後，再用好似殺豬咁樣嘅手法將佢殺掉。但係阿明並冇同意呢個提議，而係俾對方做。火車到埃森市嚟，對方真係嚟咗以後，阿明如佢所希望嘅一樣，着住橡膠鞋去火車站接咗佢。兩人見面以後，對方仲親吻咗阿明嘅額，並喺隨後同阿明回咗家，仲一齊去咗阿明家嘅屠宰間參觀。可係正當阿明準備殺死對方時，仲請求阿明放過佢。阿明呢個人亦都好重承諾，並冇不顧對方意願強行殺咗佢，而係真係將對方放咗。事後仲同對方開玩笑，然後坐低一齊飲啤酒食披薩。同樣嚟自德國埃森嘅阿萊克斯喺抵達阿明家之後，亦都向佢提出咗一個特殊嘅要求，要阿明砍低佢嘅頭顱。而對於呢個要求，阿明拒絕咗，俾嘅理由係阿萊克斯太胖啦，佢唔好落手。仲有一位名叫史蒂芬嘅男子，嚟自德國嘅卡塞爾，佢險啲就成為咗阿明嘅盤中餐，因為當時阿明已經將佢掛到咗屠宰間嘅肉鈎子上，呢個喺佢身上畫出咗點樣動刀嘅記號。可最後因為屠宰間太懶啦，阿明同對方商議一番之後，仲係決定唔再進行落去。史蒂芬呢，亦就此逃過一劫。一個叫做迪爾克嘅人，亦都曾經差一點俾阿明食掉。阿明稱，迪爾克喺俾佢殺之前，要求阿明必須先宣讀一份死刑嘅判決書。判決書呢，必須同法庭上嘅判決書一樣。可能阿明從網上下載咗一份類似嘅判決書之後呢，第二課亦都似先前幾個人一樣，嚟到阿明家之後又打咗退堂鼓。於是阿明亦都好似對待先前嗰幾個人一樣，放過咗佢，仲同佢一齊去睇咗電影。接二連三嘅食人失敗，讓阿明嘅內心十分嘅焦灼。佢亦都因此放寬咗挑選獵物嘅年齡限制。亦都則係喺呢個時候，一個名叫貝恩德嘅男人主動揾到咗阿明，聲稱自己願意俾佢食掉。而呢一次，阿明真係成功啦。貝恩德當時43歲，嚟自德國柏林，係個電腦專家。佢同阿明一樣患有嚴重嘅心理疾病，但同阿明唔同嘅係，佢嘅心理疾病係渴望有人能夠將自己食掉。呢一點通過查看佢哋之間來往嘅近1000封電子郵件就可以證明。而佢哋交流嘅內容亦只能夠用2個詞嚟形容，咁就係驚悚、詭異。喺二人相識不久嘅一封電子郵件中，阿明為咗誘使貝恩德心甘情願嘅成為自己嘅獵物，寫低咗咁樣嘅話：我會做最好嘅意大利麵條同沙司。而為咗盡快達到被食嘅目的，貝恩德回覆話：你再入冇必要去買肉啦，將我殺掉，你就有足夠嘅肉食。隨後就被恩德被阿明殺死之後，阿明點樣處理佢嘅遺體呢個問題呢？兩個人進行咗交流。貝恩德問阿明：你將如何處置我嘅腦袋？阿明回覆話：自己將會將腦袋砍翻落嚟，然後放喺一邊。貝恩德則表示最好將佢嘅腦袋埋進土裏，埋到公墓裏邊更好，因為冇人會注意到。佢仲話，亦都可以將腦袋磨成粉末，咁樣就更唔容易引人注意。對此，阿明稱佢屋企附近有一個唔錯嘅公墓，可以將貝恩德嘅腦袋埋入去。跟住落嚟，對於自己顱骨嘅歸宿，貝恩德都有主意，仲俾阿明把佢嘅顱骨當成煙灰缸用。除此之外，貝恩德仲喺呢封郵件嘅末尾詳細描述咗自己即將俾阿明食掉嘅興奮之情。具體內容係：我希望你係認真嘅，因為我真係希望俾人食掉。我嘅身體正喺度期待住你嘅胃。其實關於類似嘅內容喺阿明同貝恩德來往嘅郵件中仲有好多，喺呢度就唔一一描述咗。但可以睇出嘅係，阿明同貝恩德都對吃人呢件事情有住狂熱嘅興趣，所以好快隨住兩人真係見咗面，阿明真係食到咗人肉，
貝恩特亦都真係實現咗自己俾人食嘅夢想。根據二人自行錄製嘅錄像帶顯示，阿明將自己食掉貝恩特嘅時間選在咗2001年3月9日。呢一日，阿明將貝恩特帶返咗自己喺羅滕堡鎮嘅住所，亦即係後來令德國警察聞之色變嘅幽靈之屋。佢哋仲商量用攝像機把一系列作案過程都錄落嚟，用作日後嘅留念。然而，阿明就領住貝恩特穿過去屋企嘅走廊，向貝恩特展示咗自己精心設計嘅屠宰間。屠宰間喺2樓，雖然好狹小，亦都冇窗戶，但其中隱藏嘅奧秘可唔少。房間嘅天花板上垂下咗一個玉鈎子，呢個係阿明用嚟懸掛受害者遺體嘅。牆角處放住一個籠子，係阿明用嚟供受害者休息嘅地方。參觀完屠宰間以後，貝恩特非常滿意，之後更係喺度同阿明發生咗性關係。按阿明後來嘅講法係，呢個係佢哋宣洩自己充沛情感嘅一種方式。隨後兩人便一齊嚟到咗廚房，貝恩特則按計劃吞下咗20片安眠藥，喺抌下咗1樽烈酒，向阿明點頭示意可以喐手啦。按照兩人商量好嘅計劃，阿明首先係要咬下貝恩特嘅生殖器官，可由於阿明咬咗好耐都難以咬落嚟，佢就放棄咗，直接用一把刀將其切咗落嚟。然後任貝恩特受傷嘅下體一直流住血，跟住佢本想直接食掉貝恩特嘅生殖器官，等真正食進口，阿明先至發現生殖器官肉質粘稠，好難嚼爛。於是阿明就將佢用刀切碎，再潘上鹽、胡椒、大蒜，並用油炸成咗一份小吃，美美嘅吃咗落去。令人難以想象嘅係，阿明做呢一切嘅時候，貝恩特就喺旁邊全程目睹。後來阿明便將貝恩特拖進咗一個放滿熱水嘅浴缸裏，俾佢服下大量嘅止痛藥、安眠藥同烈酒。佢自己則坐喺浴缸旁邊，捧住一本冒險題材嘅小說，津津有味嘅睇咗起嚟。大概10個鐘頭過後，亦即係凌晨4點15分嘅樣，睇住貝恩特已經失去咗意識，並且將浴缸裏邊亦都充滿咗佢嘅血之後，阿明就吻咗貝恩特一口，然後將佢從浴缸裏抱咗出嚟，拖進咗屠宰間裏。喺屠宰間，阿明用刀切斷咗貝恩特嘅喉管，再將佢嘅頭顱割咗落嚟。接住，阿明就用掛肉鈎吊起貝恩特冇頭顱嘅遺體，並一邊聽住收音機裏播放嘅美妙音樂，一邊從貝恩特嘅身體上切下咗65磅嘅肉。佢將呢啲肉分成數份，裝進咗塑料袋入邊，再分別藏到咗地窖同冰櫃嘅披薩餅下面。跟住落嚟嘅10個月裏面，阿明每日都要並攞一份肉食。而除咗食肉之外，阿明仲將貝恩特嘅柏谷烤焦成粉末狀，再活進麵粉裏做成食品，並將貝恩特嘅內臟同牙齒埋進咗花園裏面。呢個花園亦都係佢經常用嚟烤人肉以及野餐嘅地方。眼見從貝恩特身上切落嚟嘅肉快食光咗，阿明就開始尋找新嘅獵物。而呢一次，佢同樣選擇咗喺網站上發佈廣告嘅方式。不久之後，一個來自澳大利亞嘅小伙子就睇到咗呢個廣告，佢亦好似之前嘅280幾人咁，對阿明表示出咗極大嘅興趣。一開始，小伙子仲以為阿明只係喺度開玩笑或者惡作劇，可同阿明交流咗一段時間之後，小伙子逐漸意識到咗一個恐怖嘅真相：阿明真係食過人肉，佢係一個真正嘅食人魔。於是小伙子即刻向德國警方報咗警。德國警方亦根據阿明自己喺網站上留低嘅住址揾到咗佢，並且喺阿明嘅住所裏面揾到咗15磅凍肉，佢係屬於早已死去嘅貝恩特。就咁，阿明喺2002年12月淪為咗階下囚。此案曝光之後，立即就喺全世界範圍內引起咗極大嘅轟動。但係關於點樣對此案嘅兇手阿明做出判決，卻攔住咗受理此案嘅法官。由於德國冇關於食人嘅法律條文，而且初審嘅時候貝恩特自己留低嘅遺書等證據，亦都表明貝恩特係自願被阿明食掉嘅，唔存在阿明謀殺貝恩特嘅可能。所以德國卡塞爾州州立法院只能判定阿明係應請殺人，亦即係請求或者邀請他人殺人，並以過失殺人罪判處咗佢8年半嘅監禁。但喺2006年嘅1月，由於民眾普遍對法院嘅判決感到不滿，
所以喺呢種強大社會輿論嘅壓力底下，德國聯邦法院決定將此案嘅判決駁回，並由德國法蘭克福市地方法院重新審理此案。法蘭克福法院對此案嘅重新審理過程中，認定阿明喺作案時存在住嚴重嘅心理錯亂問題。佢殺人同識人嘅動機，亦係為咗滿足自己嘅性衝動，呢個係一種謀殺。而且有證據顯示，阿明曾經試圖再次作案，若唔係有人報警，阿明肯定仲會繼續殘害他人。所以綜合以上嘅結論，法蘭克福地方法院對阿明做出咗最後嘅審判，以謀殺罪名成立，判處咗佢終身監定。法官宣讀判決書時，身穿灰色西裝嘅阿明全程神色都非常平靜，佢做出嘅反應亦只係稍微搖晃咗一下身體，點咗點頭，並偶爾露出佢嗰令人膽戰心驚嘅牙齒。由此可見，阿明從未對自己嘅行為感到後悔。據悉，就連監獄裏邊最窮兇極惡嘅犯人，亦都對呢個臭名昭著嘅食人魔避之如蛇蠍。佢哋總係離佢遠遠嘅，特別係喺食飯嘅時候。而監獄方亦都唔俾阿明接觸廚房，而係俾佢喺圖書館安排咗個工作。相傳阿明後來仲曾經出價100萬英鎊，希望有人聘佢為製片人，將佢嘅故事搬上熒幕。但呢個提議冇人接受，阿明嘅故事最終只能封存喺監獄嘅高牆之內，成為一段令人不寒而慄嘅黑暗傳奇。大家如果都中意我講呢啲嘅真實案件，記得訂閱撳埋個鐘仔，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哋最想聽啲咩案件？